说，心情还没吧？你咋又来了？最近看你干活表现不错，给你个奖励。什么奖励？来，你按4下。真的假的？多少了？多少了？那这么大方，今天？今年钱不够，明年给你行吗？你没钱，你在这装你大个头呢？你是不是有病呢你？哎，